再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国道3号台中龙井路段这路坪伫昨下晡2点外呢，杂草倒火，风一日吹，愈烧愈大，愈炭愈大，差不多两公顷，变成火烧山。消防人员呢紧急到现场去拍火，抑过火呢依然无都得到控制，一直到暗时9点外，火还伫烧，还伫炭。除了伫火灾现场部署消防人员以外呢，附近的徛街嘛人员抬兵，拢唔敢大意。加在这个火差不多是伫今日透早就已经拍花去啊。 一大片，火势非常大，过拢全乌烟，规片红拍牌火光照光夜空。国道3号185公里，龙井路段边坡，车站的下晡2点传出杂草火警，不过现场风实在是上大，对下晡一直烧到暗时，加做规片火海。我下午看到的时候就是10几台这样消防车有没有？然后旁边周围还有那种小火。啊，我目前看到4点半左右的时候，那边都已经烧光光了。结果我现在晚上回来又看到这边又在烧，太夸张了。下道就开始伫烧啊，即摆拢遐都无厝啦，消防车拢伫下骹等候啊，都有厝的所在啦。火烧山面积大约2公顷，伫国道的驾驶的视线拢受到乌烟的影响，不少民众嘛拢赶紧落车围观。台中市消防局出动9个单位，19台救灾车紧急抢救。目前火势往东部的部分我们全部都已经控制了，剩下在高速公路底下185K 底下的火势尚无法取得控制。那我们采用人员带着打火把的方式步行前往要控制当中。 另外，消防人员嘛加派人力伫附近的主体区观察周围，以防万一有需要救援，若是导火原因，也阁需要调查。